路加福音第11章。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，禱告完了，有個門徒對他說：求主教導我們禱告，像約翰教導他的門徒。耶穌說：你們禱告的時候，要說：我們在天上的父，有古卷子作父話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有古卷無願你的旨意云云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天天賜給我們，赦免我們的罪，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。有古卷無末句。耶穌又說：你們中間誰有一個朋友，半夜到他那裏去說：朋友，請借給我3個餅，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行路來到我這裏，我沒有什麼給他擺上。那人在裏面回答說：不要攪擾我，門已經關閉，孩子們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來給你。我告訴你們，雖不因他是朋友起來給他，但因他情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來照他所需用的給他。我又告訴你們，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尋找的就尋見，叩門的就給他開門。你們中間作父親的，誰有兒子求餅，反給他石頭呢？求魚，反拿蛇當魚給他呢？求雞蛋，反給他蠍子呢？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天父，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麼？耶穌趕出一個叫人啞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啞巴就說出話來，眾人都稀奇。內中卻有人說，他是靠着鬼王別西卜趕鬼。又有人試探耶穌，向他求從天上來的神蹟。他曉得他們的意念，便對他們說：凡一國自相紛爭，就成為荒場；凡一家自相紛爭，就必敗落。若撒旦自相紛爭，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？因為你們說我是靠着別西卜趕鬼，我若靠着別西卜趕鬼，你們的子弟趕鬼，又靠着誰呢？這樣，他們就要斷定你們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趕鬼，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。壯士披掛整齊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無事。但有一個比他更壯的來，勝過他，就奪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贓。不與我相合的，就是敵我的；不同我收聚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污鬼離了人身，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，尋求安歇之處。既尋不着，便說：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。到了，就看見裏面打掃乾淨，收拾好了，便去另帶了7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，都進去住在那裏。那人末後的境況，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耶穌正說這話的時候，眾人中間有一個女人大聲說：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有福了。耶穌說：是，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當眾人聚集的時候，耶穌開講說：這世代是一個邪惡的世代，他們求看神蹟，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，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。約拿怎樣為尼尼微人成了神蹟，人子也要照樣為這世代的人成了神蹟。當審判的時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，因為他從地極而來，要聽所羅門的智慧話。看哪，在這裏有一人比所羅門更大。當審判的時候，尼尼微人要起來定這世代的罪，因為尼尼微人聽了約拿所傳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哪，
在這裏有一人比約拿更大。沒有人點燈放在地廕子裏，或是斗底下，總是放在燈臺上，使進來的人得見亮光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，你的眼睛若瞭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所以你要省察，恐怕你裏頭的光或者黑暗了。若是你全身光明，毫無黑暗，就必全然光明，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。說話的時候，有一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他吃飯，耶穌就進去坐席。這法利賽人看見耶穌飯前不洗手，便詫異。主對他說：如今你們法利賽人洗淨杯盤的外面，你們裏面卻滿了勒索和邪惡。無知的人啊，做外面的，不也做裏面麼？只要把裏面的施捨給人，凡物於你們就都潔淨了。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將薄荷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1/10，那公義和愛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這原是你們當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喜愛會堂裏的首位，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你們的安。你們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如同不顯露的墳墓，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。律法師中有一個回答耶穌說：夫子，你這樣說，也把我們糟蹋了。耶穌說：你們律法師也有禍了，因為你們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個指頭卻不肯動。你們有禍了，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，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。可見你們祖宗所作的事，你們又證明又喜歡，因為他們殺了先知，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。所以神用智慧曾說：用智慧畫作的智者，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裏去，有的他們要殺害，有的他們要逼迫，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，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。就是從亞伯的血起，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。你們律法師有禍了，因為你們把知識的鑰匙奪了去，自己不進去，正要進去的人，你們也阻擋他們。耶穌從那裏出來，文士和法利賽人就極力的催逼他，引動他多說話。私下窺聽，要拿他的話柄。